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揭秘再生麵包，高端麵包店不願告訴你的秘密。在城市的寫字樓和繁花商圈，總有一些裝修精緻、燈光柔和的高端麵包店。他們的麵包動輒10幾元甚至幾十元一個，且往往堅持從不打折的原則，以雍持所謂的品牌調性。然而，你是否想過，那些每天沒賣完的昂貴麵包，最後都去了哪裡？據利積雲工透露，為了雍持高價形象且避免浪費，部分商家會將到期未售出的麵包回收，經過回爐重做，搖身一變成為新的熱銷產品。這種操作在行業內被稱為再生麵包。以下是4種最常見的再生偽裝術，下次購買時請務必擦亮眼睛。丹麥芝士蘋果包，果香掩及下的陳年舊味。這款麵包通常是再生重再漚。製作時，工人會將回收的滯銷麵包切成小塊，倒入巨大的攪拌箱中。為了掩及陣麵包的口感，配加入混雜了熟蘋果片、酥油、牛奶、芝士和提子的濃重醬汁。吸飽了醬汁的麵包碎塊被重新塑形，上下鋪上芝士片和新蛋糕，再用丹麥麵皮包裹，撒上杏仁片烘烤。濃郁的奶香和蘋果味，完美掩及了麵包原本的陳舊氣息。藍莓芝士麵包，顏色深邃的偽裝者。藍莓芝士麵包曾蟬聯某些門店的訂單王。之所以容易成為再生載體，是因為藍莓醬本身顏色深、質地粘稠，且酸甜味重。當回收的麵包被搗碎混入其中，深紫色的藍莓醬和濃郁的芝士能極好地改變麵團的質地和顏色。消費者往往被豐富的果醬夾心吸引，很難吃出基底麵包其實是幾天前的庫存貨。奶香芝士片，重口味塗抹的遮羞布。相比於造型複雜的麵包，切片麵包的再生更為簡單粗暴。商家會利用剩餘的麵包切片，在表面塗抹厚厚一層奶香芝士或其他風味醬料進行2次加工。高油高糖的塗抹醬料不僅能提供豐富的口感，旋能鎖住麵包內部的水分，讓原本可能已經發乾變硬的隔夜麵包，吃起來依然顯得濕潤軟糯。凱撒大帝與法式三明治，鹹香濃郁的大雜燴。凱撒大帝是一款在麵包圈非常經典的產品，也是處理剩餘麵包的絕佳方式。它通常是將回收麵包重新切片，灌入大量的沙拉醬、肉鬆、火腿丁等重口味配料。鹹香濃郁的調味是掩及移味的最佳手段。在這類麵包中，麵包體本身的麥香味已經被各種調料完全複合，消費者很難分辨出麵包的新鮮度。雖然通過高溫烘焙和重料調味可以改變口感，但這種再生麵包的操作涉嫌侵犯消費者的知情權，且反覆加工的麵包在衛生和營養上都存在隱患。作為消費者，我們在追求美味的同時，也要警惕那些從不打折卻永遠貨源充足的高端麵包店。畢竟，真正新鮮的麵包是不需要靠厚重的醬料來整容的。市面上很多口感非常甜的麵包，如奶油包、菠蘿包、起酥麵包等，往往高糖、高油，甚至含有反式脂肪酸。這類麵包不僅會增加寶寶的腸胃負擔，影響牙齒發育，還容易養成嗜甜的習慣，因此非常不建議給小孩子食用。對於小孩子，家長在挑選麵包時應遵循低糖、低鹽、無添加、質地松軟的原則。以下是適合孩子食用的麵包種類及挑選建議。1. 適合孩子的健康麵包類型：準麵粉佛教麵包斜線，白吐司，沒有額外添加糖和鹽的天然麵包，質地柔軟，易於咀嚼和消化，是最安全的基礎選擇。奶香小餐包斜線寶寶漢堡包，口感鬆軟，富含蛋白質和鈣質，有助於骨骼發育，且小巧易爪握，非常的合作為鍛鍊孩子咀嚼和爪握能力的手指食物。全麥麵包斜線雜糧麵包，富含膳食纖溶和 B 族維生素，有助於腸道健康，但需注意，全麥麵包口感相對粗糙，建議2歲以上、消化能力較好的孩子再開始嘗試，且初期應控制攝入量不超過主食的1/4，以免增加消化負擔。2. 購買時的避坑指南：看配料表，配料表越簡單越好，優先選擇全麥粉牌在第一位的產品，堅決避開含有大量白砂糖、糖漿、起酥油、黃油以及人工香精、色素的麵包，避開危險款式，千萬不要給孩子吃含有堅果碎、葡萄乾、蔓越莓乾等硬顆粒的麵包，這些成分極易引發熱食或卡腸風險，建議3歲以上再嘗試。同時，夾心斜線調味麵包如巧克力包、肉鬆包和加工肉類麵包如熱狗包也建議避開。3. 安全餵食小貼士：改變形狀，給孩子吃麵包前，
最好將其切成小塊或撕成手指大小的條狀，防止大口吞嚥引起窒息。搭配食用，可以將麵包搭配嬰人酸奶、果泥或牛奶一起食用，不僅能讓麵包口感更濕潤，全能補充蓋質和維生素，讓營養更均衡。注意觀察，初次給孩子嘗試新種類的麵包時，需少量餵食，並觀察2至3天，確認無輻射、皮疹等過敏反應後再繼續食用。如果條件允許，最推薦的做法是在家自製麵包，這樣能夠完全掌控麵粉、糖、油和鹽的用量，確保孩子的飲食絕對安全與健康。隔夜麵包能不能吃？關鍵看2點：一是有沒有變質，2是怎麼保存的。結合我們剛才聊到的麵包特性，只要保存得當且沒有變質，隔夜麵包是可以安全食用的，營養成分也不會流失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帶餡料的奶油麵包隔夜風險較高，而閃準的吐司或饅頭類則相對安全。以下是具體的判斷標準和保存建議。判斷能否食用的3個標準：在吃隔夜麵包前，請務必進行望、聞、切的檢查。星號看外觀望，如果表面出現霉點、變色或發黏，特別是鈉部發黏，說明已經滋生霉菌，堅決不能吃。星號聞氣味聞，如果有酸味、宿味或異味，說明已經變質，請直接丟棄。星號看種類，帶奶油、肉蟲、蔬菜等餡料的麵包極易變質，隔夜風險大；而無餡料的吐司、全麥麵包相對耐儲存。正確的保存方法避坑指南：很多人為了保鮮會把麵包放進冰箱冷藏室保鮮層，這其實是錯的做法。星號錯做法：放冷藏攝氏2至4度，冰箱冷藏室的溫度是澱粉老化變硬速度最快的勾間。麵包放進去不僅容易變乾變硬，口感級差，旋容易串味和滋生細菌。星號正確做法：常溫密封或冷凍。星號短期1至3天，如果當天或第2天就能吃完，用完包裝袋紮緊口，放在常溫陰涼處保存即可。星號長期1周以上，這是最好的保鮮方法。將麵包切片，裝入密封袋，擠出空氣，直接放進冷凍室。冷凍能鎖住水分，吃的時候拿出來常溫解凍或用烤箱稍微復烤，口感幾乎和新鮮的一樣。食用建議：星號徹底加熱，隔夜的麵包在吃之前，建議用烤箱、微波爐或平底鍋稍微加熱一下，這不僅能恢復麵包的松軟口感，全能起到殺菌的作用，吃起來更放心。星號特殊人群：如果家裡有老人或小孩，或者麵包是帶奶油餡的，為了保險起見，建議盡量吃新鮮的，隔夜的不建議給孩子食用。只要沒發霉、沒變味，隔夜麵包是安全的。但下次買多了，記得別放冷藏，要麼趕緊吃完，要麼切片凍進冷凍室。